新闻来关心渔民的无奈，云林县大溪乡顶一波寒流的时呢，气温向降到上低10度，意思讲渔湾内这沙巴鱼呢，围拢冰度出现一寡灾情。这个业者咧顺的时，看这鱼拢冰度了后，这份呢真无奈，一尾甲好起来，估计超过1万台斤，总共3万多尾沙巴鱼。这个灾情，农业署讲啊，虽然目前无达到天然灾害补助标准，也毋过会继续关心并且呼吁养殖业者爱加强渔湾的保温。养殖业者摕鱼网虾行到鱼粉虾，甲铺伫咧水面上冰冻的沙巴鱼一尾一尾捡起来，放去鱼网内底。还有养殖业者背伫白虾洗鱼粉虾，一个人摕鱼网仔互鱼仔，另外一个人是甲鱼仔放去塑胶篮内底。哇，这边仔拢是吼。有的沙巴鱼袂顶袂动，铺伫咧壁边，养殖业者好真侪批，云林大溪乡鱼粉仔变质超过1000公顷。养殖业者讲，21号寒流来，气温降低，大溪乡下早的气温出现10度低温，互规定的沙巴鱼拢冻伤。日头一日出来，气温回升，真侪沙巴鱼因为温差过大，拢冰冻翘起。这个估计损失超过1万台斤，拢总3万多批。从少损失也要50%以上。如达到标准，会立即请渔业署公告补助。农业署讲，即摆还未达到天然灾害补助，渔业者气温会个降低，一定拢要加强鱼粉来保温，鱼仔才袂寒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